ヘアブラッシングエクササイズ、すっきり海岸脳活性頭部ブラッシング運動。このエクササイズは、全身の健康と血液循環を改善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す。最適な効果を得るために、頭の各部位を毎日25から50回ブラッシングしてください。ご自身や大切な方々のため、このエクササイズを実践し共有される方はどなたでも歓迎いたします。OK，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會介入多同學一個日常嘅保健方法，就係梳頭。梳頭聽落好簡單，但係佢功效好大嘅。咁大家同學咧，盡量咧係用木梳，或者係用沙板。咁你初期或者用木梳先啦，習慣咗手勢啦。個重點咧，其實就係將個頭大概你可以分開4部分咁樣嘅，前邊啦、前額啦、左右啦、temple。耳仔對上啦，同埋後腦 ，OK。咁咧每個地方咧係25至到50下就足夠㗎啦。咁如果你有時間，你咪梳50下咯；冇時間就25下。咁首先第一個咧，我哋就會係前額。前額咧就由髮線開始咁樣，可以自己梳，但係如果你幫人梳咧，就最好幫人哋隻手托一托後邊，咁佢就唔會擰親個頸骨啊。我細力啲嚇，我只會動作示範啫。咁你睇自己受力程度幾多，就梳25下，快慢隨意 ，OK？ 嗱，咁就25下之後咧，就左右啦。左右呢個咧就係前拉到後，拉到大概8會穴咁上下。咁呢個咧就係由耳仔開始向上拉 ，OK？ 向上拉，右邊梳完啦，跟住我哋就會去梳左邊，同樣嘅動作向上拉，係咪？咁呢組都完成嘅話咧，最後嗰組咧就由8會穴開始向下帶走佢，喺呢度啊？跟住可以側邊都咁樣梳埋嘅，好爽㗎！你會覺得有個感覺，好似好精神咁樣梳完。咁呢個就係平時每日可以做嘅 ，OK？ 咁木梳梳頭啦，如果你中意再加強啲咧，你可以梳埋手指啊咁樣啊都得嘅 ，OK？ 嗱呢個就係主要。咁呢個就係用木梳梳頭嘅方法。咁如果你用沙板咧，同樣都係啦。仲要提大家同學啊，即係你用任何嘅工具嘅時可以嘅話咧，就噴一噴神仙水咯。沙板都係一樣啦。如果你用沙板你可以用呢個位啦，咁就多啲嚇。你睇下個受者啦 ，OK， 或者自己受力嘅程度啦，一樣嘅同樣動作，前拉去後，下拉去上。下拉去上，8會頭頂中間拉落，咁就係咁啦。喺頸嗰度可以刮多幾下 ，OK， 咁就完成啦。係咪覺得好似好精神咁啊？你睇下，冇錯，精神晒。其實你即刻 ，very good，OK， 咁大家同學盡量每日爭取去做啦 ，OK，thank you。